多謝 LV 今次嘅邀請，帶我入到中半山呢一個由 LV 精心設計嘅豪宅，體驗呢一個跨時空嘅奢華之旅。以海陸空為主題，沉浸式冒險，每一層都係 LV 超過160年旅行藝術嘅極致演繹。第一站天空之城，成個私人飛機艙都擺滿晒 Peruvian 設計嘅潮爆手袋，珠寶嘅閃爍就不在話下。最特別嘅就係今次有 Vivienne 嘅12生肖簡直係東方同西方嘅結合。喺呢個咁靚嘅私人飛機艙度打卡就真係無敵啊！落到樓下就係陸地快線，經典嘅旅行箱就不在話下啦。佢哋仲邀請咗 designer 同啲旅行箱做咗好多手繪，真係好特別啊！旅行篋打開就係個 mini bar， 即場就可以調校一個 cocktail， 真係好正啊！最估佢唔到就係佢係一個 LV 嘅茶餐廳喺入邊啊！嗰度係任你嗌奶茶、咖啡，仲有菠蘿包。菠蘿包入邊有鵝肝餡嘅，所有嘅嘢食都係由 Rosewood 餐廳準備嘅。由幾百年前做行李箱開始，到而家極致奢華嘅細節 ，LV 真係好懂得將旅行變成藝術。今次呢個極致奢華嘅展覽，簡直係送俾香港人嘅一封情書啊！